阿弥陀佛身金色，是赞叹佛的法身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这是总赞佛的一切相。白毫婉转五须弥，甘木澄清似大海，是赞叹佛的报身。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是赞叹佛的化身。48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，这是阿弥陀佛成佛的因。阿弥陀